引来，昨天开始肚皮就痛了，一直到现在小孩还生不下来，请了3个先生婆都没有办法啊！上天啊，上天！我马君清面不无色，杀无自信，见色小情理财，还望上天垂怜，保他母子平安。他母子平安，我定当从轻。好好啊！在这里是否在想我？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！今天元娃在家，你也过来。
蔡家怕什么？我同你老公是至交，他小老婆生孩子，我来接他道喜，与有不可。算了，小先生进门不足1年就外孕生子，将来子承父业，这么大的家财就要落在他的手中。你明明知道我心里不痛快，偏偏还要来设风凉话。你不痛快，他就不生啦。是意是此。记得前天我跟你说过，这个家族你是大，他是小，生下来的孩子应该叫你妈妈，叫他姨娘。你同你老公说过啦？说过啦。那他答应啦？他管不答应嘛。不过这有什么用？每天就是叫我1000遍妈妈，我还是个强娘，他终归是真妈。这你就不懂了。生下来的孩子懂过啥？日长欲久，教啊教，就为农家成真的，农家成真的。恭喜恭喜，喜得贵子啦！农业来啦，马员外喜得贵子，我特来贺喜呀！马兄，从今后农做爹了，小弟接农讨喜。多谢。阿嫂，从今后农做娘了，小弟也接农贺喜。恭喜！哎呦，我的小宝贝，让妈妈好好的宽哟。马员外，你老来得子，真是好福气呀！地保特来贺喜。司令和情报老狱都已齐聚厅堂，要向员外和小少爷贺喜呢。好。你们怎么傻坐在这里？来呀！快张灯结彩，大摆酒宴，为员外与小少爷贺喜。对，两位。
你可为马家立了大功劳了。请不好与齐集厅堂相约为何事？大家都要见见小少爷你。你身子虚傻，好好歇歇。这孩子嘛，据我这个妈妈保子好了。哎呀，大娘，你放心好了，你是他娘，我也是他娘。当初宁愿为三个生，不是已经生好了吗？孩子生下来，叫我妈妈，叫你姨娘的妈。哎呦，小宝贝，妈妈抱你走喽，走喽。大娘，叫我妈妈，叫你姨娘，叫我妈妈，叫你姨娘。天哪！一声姨娘是来家逃贫，小弟外出负阴性，娘亲死儿贫死成，年前老母为丈母无奈卖身十仓门，三
娘房里与之老夫要妾生的。咦，马云，你骗人！不要乱说。谁郎过来？谁郎？妈妈问你，妈妈对你好不好？妈妈对我好的，妈妈怎么好呢？妈妈叫我好吃的、好穿的、玩好玩的。去这些玩语呢？玩语，我想不起来了。那么是妈妈好呢，还是姨娘好？都好的，比起来哪个好呢？比起来姨娘好。什么？妈妈好，妈妈好。你是哪个生的呢？你是我妈妈，当算是你生的。星光宝贝，这就对了。你弟弟只有你一个儿子，将来马家的王冠家财全靠在你的身上了。听妈妈的话，以后姨娘那里就不要再去了。姨娘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姨娘，我要去。不听妈妈的话，妈妈要生气的。妈妈不要生气，我不去了。这才是好孩子，去啦，带水郎去玩。是。去了，好好宽治他。是。去年里，我对他尽心尽力，可到头来还是姨娘比妈妈亲。到底不是亲生骨肉，想想心里真不开心。只怕用尽心思，到头来做浪荡水一场空。看你满头是汗。姨娘，姨娘，你在看什么？水浪，你当妈妈
姨娘这里来接你妈妈说过吗？再没与你，他不让我来，王家去了困死我，去了是个大傻瓜，将我一骗就骗开了。算了，你还是到别处玩耍去吧。我不去，我要跟姨娘一起玩。不听姨娘的话，姨娘要生气的。我知道姨娘不会生气的。再不走，姨娘要骂你了。姨娘骂我不要紧，要骂就骂好了。那我不骂你，我要打你。要打就打吧。你这个顽皮孩子！姨娘，那好，姨娘我也不骂你，还不打你，我不理睬你。姨娘，姨娘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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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肚皮疼，肚皮疼，怎么带着我肚皮疼呢？姨娘帮你看看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这么快就好了？姨娘不管我出去，我就不痛了。那我要是赶你出去呢？那我就要痛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当你真的痛你，我骗骗你的。小玩无聊。姨娘，姨娘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可妈妈为啥不让我来看你呢？月子心中事，当天白日夜，我倒要听他讲些什么。一句话恨得我哑口无言。孩儿他真知晓，是非间。我曾对他诉真心，话到嘴边下雨。姨娘，你怎么不说了？快说快说，妈妈为啥不让我来呢？孩子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你妈妈这样说，总有她的道理。这话倒为妈妈夫妇。什么道理？什么道理？咦，姨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一粒沙子，对，一粒沙子吹到我眼睛里了。哎，姨娘，来，我来帮你吹口气。咦，姨娘，我最喜欢你这张笑眯眯的脸，比妈妈好看多了。人家都说她的脸长得像个烂地瓜。算了，不要乱说，吵声，快我不打死你！真的真的，人家还说我长得像你，你才像我的妈妈姨娘。亲亲姨娘叫一声，妈妈本与你姨娘亲。为什么都是妈妈生我
先生，这小畜生！我万须为心常珍惜。谁让小妹切莫不乱语，世上最是大情，滴水之用心帮，你对他时时次次要孝顺。小太太在外面故意设计我听的。记住我的话了吗？对你妈妈一定要孝顺。记住，对妈妈要孝顺，对姨娘更要孝顺。气死了！气死了！哼！快回你妈妈那里去！我不去。快去呀！姨娘。那什么爱花雨天，气得我七窍生意怒风。跟他那十场越剧神长大，一脚踢开我家娘亲，岂用这帮官家财落他手？我万须火烧邻邦了几这不赵灵师怎么晚不来呀？夫人，赵灵师请来了。阿嫂，你老公不在家，虽然今天生日，愿我带他到东吴庙烧香还愿去了。那你心急慌忙，叫我来有事嘛？虽然我养了他7年，总还是跟姨娘亲。看来只要有张海棠这个小先生在，虽然绝不会跟我贴心的。你有什么好的办法？办法早就建立，准备好了。这是什么？骗啥？配上一不做二不休。今天趁那小贱人吃饭时下手。不，他死了，我们也要杀头的。哎嘿，与我你怕什么？我在衙门里与说的，我们太守是个举棍无礼无度的人，只要你拿出几百两银子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当店买通，保你太平无事。你不骗我，我怎么会骗你？此样这小贱人，再想个法子送走你老公，我们俩忘了。小心那边遇上来了，快，你先回去。
何事？你是要饭的？不是，你鬼鬼祟祟，莫非想做什么？惭愧，我是黑道的弟弟，叫张丽。弟弟张丽，今天刚要下水，偏偏冒出个弟弟。原来是菊菊来了，太慢太慢。你是？我是富士他娘。哦，拜见他，请里面送。菊菊一向哪里发财？我策划起业，4年不成，惭愧，惭愧。哦，大娘，可否还请我姐姐一见？啊，好，我去叫来。看来他一直不会走了，我得想个法子把他弄走。黑糖妹妹。姐姐还我何事？妹妹，你弟弟来了。弟弟，姐姐，兄弟回来了，弟弟。见此人泪奔。于是欢喜于心酸。我为你夜夜烧香报平安，房里房得两眼穿，天赐你今生为家赚，真可怜。老母一贫苦光鲜。老母亲临终云飞，将我远想你双目难明，情难断。莫凭的能蒙桃阳，莫使不得一眼看，一生离家三生苦，当初不该离家园。我千丈挂肚千丈在，不知你何时把身
在汴梁听说开封府的公差是可以参见军的。前几日我在仁州碰到书生，问到积极从良，员外待你甚好，故而我特地回来，就积极接续你俩，也好眷顾公差，美过前程。积极有什么为难吗？弟弟，马家虽然富裕，可我终究是偏房小妾，人间从不经手，都是你继父自己掌握。此刻他烧香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再跟他求见。既算是此，我先走了。你到哪里去？看样子，积极这里不便，我上街随你照顾所事。是此也好，你再等一阵，明天再来。哎，我走了。菊菊怎么要走了呢？去来，你快到菊菊的里面，用些菊房，好生宽待。是，既是大娘好心，你先去吧。妹妹，做姐姐的要埋怨你了。你弟弟举出出轨，怎么能让他说走就走呢？他想看他一生来真是可怜。他想捐个公差，是向我借钱来的，应该借的。哦，只可惜我手头一时也没有眼见。这样吧，虽然叫我妈妈张丽，就好比是我亲弟弟，令我一生拿着几副手手，加以拒绝就是了。舍不得，虽说是员外的东西，不好随便通用的。是的，员外不来查询也就算了，要是问起，与姐姐我为你做子女。就这样吧，一生拿着几样。妹妹，员外一手上即刻就要回来了，你快去安排局忙，局那边就由我去跟他说好了。怎么你不相信我？姐姐哪里话？我怎么会不相信姐姐？这下与你好宽的了。多谢他娘盛情宽待落难之人。应该的。只可惜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他娘何出此言？实不相瞒，你姐姐已经把你来借钱之事告诉我了。他是家中欠债，继父做主，等他回来之后再做商议。你呀，真是个老实人，他骗你。家中钱财全部与他掌管，特别是生了儿子受郎以后，这尾巴可是翘到天上去了。他不肯嫁钱，是生你的气你。他生我的气，姐姐他是你当初将引离家门，自打岁数抬起身，已是那个无尘到也罢，金算万儿这
脸皮来叫你，他叫你王位堂堂乱子皇，毫无半点羞耻心，毫无半点羞耻心，羞耻心。他竟有这样的草莽愚谋，到此。慧蕾，你要到哪里去？切勿切身之物，我绝不信没与他张黑了，我张你绝没有撤退之手。好，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有志气的人。喏，拿去。你这是小兄弟，这是我的心意，你拿去还钱，全部拆吧。这么是的？是的，是的的。日后你上于菜头之上，好还给我的。他娘，一个是腊月寒风冷雨冰，一个是千里送开暖时他娘仗义是元帅，来这适当报他恩，万顷转告张黑堂。从此一道战团，集体撇清，告辞。上一两语当不走他，我正好麾下谁了？等一等，杀神总是慌兮兮的。实在手术之时，正好大做文章，咱们驾此官走前程，岂不更好？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夫人，愿王与小少爷回来了。愿王回来了。愿王回来了，辛苦辛苦。哎，为谁让欺负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妈妈，你看，咦，姨娘呢？水郎去了，带水郎去玩。是。黑灯妹妹，愿王回来了，快把酒菜端出来。愿王回来了。好香的酒菜。是啊，今天水郎生日，四川嘛要热闹热闹。哎呀，黑灯妹妹，你也去换件衣服，当吧，把对面衫都带上。对，他是自责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你为何不去呀？是啊，不晓得的人，难道我们夫妻二人不得他你呀？相见深深情，大娘
举身相告员外海棠一幅深深恰是为何？我弟弟出门7年，实在回到城州，向我借钱去捐公差，我无有人情，只得将手上借予他了。相助弟弟本是应该的事。父神，你我发笑。我笑你走了王八，还不知道。父神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常言道，江上一个本性难移，你也不想想，他是什么出身？他能守着你个老头子？父神，海棠是从进府以来，从无有鬼之事啊！那好，那你叫他拿着手绳。大娘，手绳不是你亲手交给我弟弟的吗？你说什么话？我怎么会认识你弟弟呢？员外，你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他弟弟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趁你出门时来，分明他是将手绳赠与奸夫。员外，我弟弟来的时候，秋兰也看见了，大娘还叫他带我弟弟去还你。好，有人作证，这去好了，去了。员外，见过员外。去了，我来问你，二娘的弟弟找你来过没有？没有。秋兰，王八，你还不相信？员外，看前程，凭啥对你不乖？是你腹中藏鬼胎，谁心堂堂不自开，多人情事等草灰，你不想随郎一起身，经过红心侧家来。娘家孩儿甚难做妻家长夫头难员外，此等奸臣，岂能容他来府中切身？也怕你父亲休怪我负你，员外，我所前生曾无门。员外，看在去年夫妻份上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不念在夫妻7年之前，我岂用你活在生死？谁是报我？与我滚！滚！滚！
门家。
为我前往他所烧之味，真是多事问他对。谁家谁人没说话，晚上谁人问成语？哪个公主心情好？姨娘啊，你要走，你也怎么样？我也要跟你走。伤心孩儿泪滂沱，我心痛月里夜幕伏。二娘随色的当票，二娘随色的当票是谁？他是司机叫张林，是二娘的弟弟。哦，快快进来，进来！他说完就追了。那他玩色些什么？他说叫我把当票给大娘，还说承蒙相赠，以后一定当从中相谢。冤枉！这下事情清清楚楚了，二娘是冤枉的呀！好，那希望才与我讲法，先叫去来，会叫大娘过来。是。弟弟，我不愿意要罪，我不愿意要罪。为夫私有逃命，我这里有事，你先去和员外说，去吧。去来，我来问你，二娘弟弟张明究竟来过没有？没有。
希望才与我讲话从重的当，看他是不是手啊？是。不要打我家，长里来过的，又没见过他娘，见过，大娘，我叫母亲用不举办你，那二娘的身世是哪个给予长领的？是，希望打。哎，不要打，是大娘接他的，你，大娘，我实在痛不过，只好射将了，下去，与我滚！哎呦！员外丫头的话岂能当真？那二娘身世的当票，难道也是假的？害他是我错怪你了，我只想尽力赔礼了。员外，员外，黑糖妹妹，我已经你跪下了。姐姐，不要这样。看在你我姐妹7年的份上，你就让员外原谅我这一回吧。员外，哎，多谢员外，多谢妹妹。事已过去，不要再提了。看天色不早，员外还是到厅堂吃饭去好吧。，去把水郎叫来。员外，你就不要再生我的气了。只要你以后传得黑他，我就偿你这次。是。妈妈，弟弟，听娘说他不追了，我真开心。海娜到这里来，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合为和睦居。大娘，请上座。不好意思。你那二娘多好，你理该先敬她一杯。是。妹妹，这杯是陪谁的酒？姐姐，黑糖不管到了，我陪你一杯。呀，这酒怎么冷了呢？我去烫嘞。我去，还是我去。气死我了！今日之事，叫我以后怎样做人啊？事到如今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将他们两个。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妹妹，员外还要用茶，你就去了。
不能下去。我来，我来。为什么毛酸府中到骄阳？天旋地转，我要痛难当。蓉儿，你怎么了？弟弟，元芳，你莫不受了风啊？我明白呀，你好狠！不测风云轻叹，这样员外丧身离死丧。天道母你生要起，随郎母你苦难当。弟弟，马兄好多多在家，怎么得说句死呢？看样子好像是中毒。阿嫂，他方才吃了什么东西？他就是喝了一杯酒，去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这个小先生也死的。大娘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还想抵赖不成？我来问你，这饭菜是谁去安排的？是我。这酒是谁去烫的？也是我。这就对了，不是你下的毒手，还有哪个？大娘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冤枉我冤枉你，正好曹兄的差事，他是衙门中人，去请他什么道理？这件事我也不敢乱说，还是监管的好。对，到衙门里去见官去。走，走。姨娘，谁啊？姨冤
一生擂鼓喊冤，毫不扫兴。老爷，老规矩，快请曹令师姑来陪审。是，有请曹令师。千户大人，来，带韩元生上堂。韩元生上堂。千古大人，大人，你们哪个是员工？是我。快讲。小府上不是马军勋员外的大娘，小妾张佩堂私通奸夫，用到丫丫私了员外，据老爷做主。大人，大娘胡言乱语，小女子冤枉。老爷做主，老爷做主。老赵，他们两个争吵不休，你看是何是好啊？大人，快事快事根，快审快出审，只要问清二人来历，便可弄清真相。有理有理，那就先问问他们的出身。是，夫人，你是何出身？我娘家是深圳名门，名为争取到了马家。哦，原来是正经人家。那么张黑啊，你我妈讲家中病患，为丈母亲卖身做娼。什么？马上做成？老赵，这种人做这种事情嘛，还是难过啦。大人高见，大人高见。那就照此追问下去。是。张黑啊，你原本是娼妇，怎会没有奸夫？免得别扭水苦，还是夸夸实早了。大人，我从2子后开水辅导共建问量，望为员外生下一子，怎么会有奸夫？等，你说什么？你还生有一子？是，这7年里，我相夫教子，我所有的只是不是为利之话，连他们都很少跨出半步，整天随着儿子睡了，把他讲他教他，我们马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看到听到。大人，小女子讲的句句是实话呀。老赵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倒有几分像是真的。是，他是古人生有一子，那就另当别论啦。大人冤枉！你本员工怎么也喊起冤来啦？大人，这小先生一派胡言，我马家是玉子，恰非他所生。那是哪个生的？小夫人生的。是你生的？是的。大人，谁让是我生的？我生的，我生的，我生的。不要吵啦！头都叫你们吵大了，还是先喝一口，清醒清醒。老赵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大人此事好，只要将小孩子交上来，快交给妈妈，也就是了。对，参过一旁，来，把小孩子随郎带上来。带随郎。姨娘，我怕。随郎，过来。过去，我要爬。随郎，我来问你，他是你什么人啊？她是我姨娘，那他呢？是我妈妈。好孩子，大人，事情已经清清楚楚。对，清清楚楚，把小孩子带
下去。姨娘，姨娘，姨娘！他单掌黑堂，儿子口中吐真言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大人，家里大娘为大我为小，我儿孩子虽然是我所生，却叫他妈妈，此事街坊邻里人人知晓。此次传递报，递报上堂。经过大人提报，你广啊地方应该知道马家水郎是富士大娘所生，还是张氏黑堂所生？大人，马家是唐人家，他家之事，我提报还不明白。官的什么事？提报失职，拉下去充当负责。看来不做家政，要吃苦头子。我还是无里无度争吵一周。卫兵大人，随老从小到大一直叫我是妈妈的，那么叫张黑堂呢？那倒是叫姨娘。这句死了，下去下去。地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张黑堂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还有什么话说？大人，地方不知内情，万一牺牲部吕师生为我接生，替夫娘张大嫂为孩子剃发，可以为证。传吕师生张大嫂，吕师生张大嫂上堂。得人见在，为人小灾，别人是我，与我无碍。见过大人，吕师生，小女在，你可是水郎的接生不？是个。那水郎是何人所生？吕师生，你可要早生身亡呀！好个刁皇之人，但管私事传统。吕师生，这话该怎么说，你去怎么说。卫兵大人，那天孩子保护在长板儿，是叫大娘妈妈的。张大嫂，小人在，水郎的头发可是你剃的？是个。那水郎究竟是何人所生？剃发那天，虽然抱在大娘怀中，那是算是大娘生的喽。你们都退下。大人，铁证是三，张大嫂，都，死不胜在口之前。大人啊大人，虽然却是小夫人所生，小女子冤枉啊！来啊！有，与我重重的打。狼狈不行。与我打。听得一层层为何
神明察群豪，端爱师神，是故大大的清官啊！好官好清官。开封府公差张林，奉命押送郡案到包大人台见佛神。你为何夜深前来？我同为师在这瓦等候，请稍待。张黑堂参见。张黑堂参见。我皆采取陈州营，不料万人是情深，不欢寒山青山涌，他出外营里是何意？看见他用夜交缠，生肖手中项链别名声。王小姐打着举住他势力，不与我怒火中烧气与恨。万夫过来，披甲带锁。
家到皇城里来，到如今父母双亡，弟远走，想当初父与父女小女子，到如今愁苦愁才变是情。曾最曾与我父母三岔苦，从前我人际上当为爱为谁自痛自念才难受。他一路痛痛。很不是，他保家民子倒也罢，不该被将我许。咬牙帮他马路神，他本军外，哭哭啼啼，慢慢腾腾，后面我要踩到开封，你与我跨湖，往前走呀。现在大伙共了路，听来对你满心慌，听起来像是我张林弟弟。
了公差，弟弟自亏。哪个是你的弟弟？快走！你难道连姐姐也不生了吗？我只生的，你是去外。你难道不念国说心声？我这是公事公办，快走！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你再让我歇一歇吧。不行，我是不行，你就不能歇。你好狠的心呐！想不到3个月不见，你已经变成了这般模样。自亏我变成这般模样，到底是我变了，还是你变了？我还没有问你呢。是的，我是变了。我从一个好人被变成了一个凡人。可是弟弟，这件事还不是因你而起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弟弟呀，趁机设计假隐形，色色分明，交付你，故我悲啼见父臣。一路自向了去。
令我把口莫点却当成早千古情缘，千古情缘。今日能见到你，虽是尘缘难舍，我死也瞑目了。姐姐，快吩咐包大人，神称包青天，给你为你伸冤的。我为你开家取送，扶你慢慢前行。
明察秋毫，是非分。这法十三不徇私，上报朝廷，下民。老夫报臣，官派龙都得子，天长不有事，正随暖阳开封府自责。那日月卷，见臣在下文上报，张黑堂要使丈夫强夺正妻之子，天下少有。况且要使丈夫肩负有负之责，恐有沉冤莫报。老夫一面查张陵去调去，一面查身传员升官吏，请原告于真神到此一片佛声。诸有陈罪府一官认证，可曾到来？到了。错张陵等人上堂。张陵圣等上堂。小人小才，才贵愿拜。待张黑堂。张黑堂上堂。张黑堂到暖阳，转进。用好一声声呀恰往前不大声，万里提子放大声，走上场威风凛凛，去朝廷报与远去的手，只盼望今这里前路红色。反复张黑他看见他人，为他去掉一去。是。张黑堂，你怎样应接要使丈夫强迫正妻之子，闻来家事也案，从此的将来。大人，我满腹冤情，从何说起呀？慢慢讲来。我那一天啊，不是那一天，是那一年，对，7年之前。 7年之前又怎么样？不是7年之前，是那一天，你不要慌张，他带的是来。不，赵林，你是暖阳英明差异，怎可违反法纪，应教犯人说话，下次不可。是，张黑堂，你不要听臣应教，只管照着从上的将来。这从头说来嘛，大人，
我从小家中贫寒，为着母亲卖身作草，后来才从两地。哎，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处？都在大人，这张黑道从未上过公道，心中紧张，语无伦次。其实他的3号罪名都是陈政府权当惩罚的。他等公堂之上，请你用力胡乱出征，来呀，拉下去充当死囚。大人开恩呐！你尽管违抗老夫之法。范夫，不过范夫之意是，他身上要当他，就让范夫得罪了吧？你为何要替他受苦？实不相瞒，张丽是我同胞弟弟，见他受打，我于心不忍。张丽，这是真的。大人，张黑道确实表罪表弟，小弟实在宁愿官员受罚。不，大人要当谁当我？当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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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我。休得多言，张黑道，本官爱民视之，执法实善，你不必惊慌，只管照着一一将来。大人有病。照你所讲，你的丈夫是无事托死。是。虽然虽算教他妈妈教你一样，恰是你的亲生之子，真是所教是真，句句实言。暂且退过一旁。来，有传护士与一官圣正上堂。副使与一官圣等上堂。金木大人，护士，老夫撇话不问，但问你随郎究竟是谁生之子？虽然是我亲生之子，地保张大嫂刘思生，兄弟在，虽然是护士所生，可是你三生所赠。是个。啥是当初真而不舍，重新教过，还来得及。我看还是唱老调为好。对，唱老调，唱老调。为弟大人，虽然的的确确是谁生之子？是不是大娘之子？是王道真。句句是实。虽然一直叫大娘妈妈的。暂且退过一旁。是。来，有带谁了？带谁了？来了，过来，姨娘，我怕。翠郎，你休要害怕，且听老夫分话。谁了？过去不要怕哦。你今年可以7岁了。我已7岁了。那应该懂事了。老夫问你，堂上缠着2个妇人，哪个是你妈妈？她是我妈妈。那她呢？是我姨娘。大人，小儿之话总不能变少，虽然却是小夫人所生的。是啊，却是他娘所生的。来，有一行神灯暂且退出堂口，退堂。虽然姨娘，姨娘，姨娘。杀时间
不必不草真相妙计我情。忙听得夜明难生鸟那母婴颜色粉，精心扶持。我对此心情深长。这情嘛，让父母铭记一同，深情相伴。几情子插眼观色团团香，一股情子18层，层层层心见月亮。一股情子18层，是非算能测量。一股情子四面镜，且看我分清算，找真相来。有生儿堂。左右去社会上来。随郎究竟是谁人之子？本是此案真切所在，老夫言语一方，你们且仔细听了。先把社会一路宽，三顾圆圈公堂上，七上随郎才中央。你们二人分财两行，谁能将他拉成全我？
点。两声听茶，用来与我拉来。一声令下，千军从。孤身心事不同。马令万岁中，江州从容。冷眼看他儿身似何举动？天老令接风水，默默积累心中中几番大道成功。你是今年来世体用苦爱，强生生无奈一从。家里我难尽，我何用用到今天生命中愿意多功。我拉。我手痛，我手痛。谁让生生换水痛，面对人言系统，千年养月不放乱，兴亡的乱水下送。我哪里是那谁郎谁，分明是八王家财财手中。一拉就是变一变，一拉就是红一动，一拉就是明天亮。想到此，我上的是天理千钧。拉。张黑桃，看你样子分明不肯用力，你尽管违抗老夫责罚。大人，反复不管。那就与我用力拉来。快啦快啦，我都等不及啦！大人，要叫他拉呀！你们也真是心急呀！张黑桃，倘若再不肯用力，老夫可要当你死者他半夜。姐姐，你就用力拉吧。姨娘，你就用力拉吧，我会熬的是痛的。天骄儿失策大人亡，对我心事到家痛更痛。拉。想起了人员外太虚荣脸，想起了青阳养育生死功，谁能比将他拉的泪水涌，一拉一翻手夹灯，一拉。
前整整亲儿随同，不是居心叵测，那股小黑的死活，这托付都是莫测之贼，不是也是哪个？大人，不对呀！来呀！有将他抬上来。是。尽管颠倒合法，胡乱作证，老夫已备下插刀这次，就等你等死我。大圣少兵，大圣少兵，得了哪个奸贼，还不快快走来！赵灵师，曹灵师，他是无这个平的。原来是他，来，有传承这副元神管理上堂。陈罪府元师官吏上堂。见过包大人，曹灵师，这你知法犯法，可知罪吗？大人，小人是个小吏子，张海堂以外，原是太岁本身所问。小人不过是大拇指炸药，射上射下而已。审案上有不当之处，与小人并无关系呀。老夫不问你烂死苦饮，却当良民陈造。这份你是我与武士同结，也是马军情之事。这从何说起哟？有真诚这次。曹令师，我性命要紧，跟50两银子万不能。我们一生2万不能。啊，干嘛要死罪？我过。一行人等共讨听妥。大人，臣贼太岁酒醉不脱，安身不起，下之为民，永不屈辱。提报张太少刘思生，社会无政，本待重判。年纪挥舞神才，凭资政有过，从轻发落。每人长之80，刘赔300里。曹令是ผู้死。大圣开场。张黑堂带着儿子随郎，为家好好过日子去吧。